有合法哦。係哦，誒，係住你點啊？平平日啦吼，我哋來到一個乜嘅好素菜。喺台灣呢，小類似，因為係啊好山好水啦，哦，看翻山味的呢，好蔬菜，也就係公幹，也到咗我哋沙哦，石圍牆沙比牆。誒，因為也到好山好水哦，又出產青島，你看，一順到中海無你看。啊，綠油油，冇呀，長溜溜的咧，長溜溜咧，好漂亮哦。還有哦，還有乜嘅？還有座位啊，座位啦，啊，還有烏位啦，烏位嘛係哦。烏千好生的呀，烏位你做烏位辦就有名的剛呀。才真嘅就唔抵一睇到咧。冇唔錯，又來到苗栗出演舞了。今日3隻演舞地點就係由苗栗7天然籬笆帶路，帶大家落去前太自然本嘅寶貝，係個對地杯學到6級有效化哦。今日除咗海軍以外，連籬笆沒有跳下來學，跳下來考試。誒，答對了，就做嚟2道主持費，然後通過費哦。籬笆排泄了，今本日 N I 大逆不道啦！鐵站大家出發了。係真啊！嚟吧，喲，我見佢帶來呀，喺乜嘅蔬菜，唔掂啊唔掂。一邊有下咩？苗栗公益園區。誒，唔係偵查，唔係偵查，喺度做事錯冇？唔係做事嗱，咩做講學嘅下安全做咩啊，算一千號啊，過去係千號啦。又做以前係客家人，到佢食不了係就會落去醃食。哎呀，跟我多嘛跟我說。誒，有到按咯藍醃。藍醃。誒，講嗌多，唔講冇就演麼？1、2、3。藍醃。哎呦，藍醃唔可以查啦。藍人哦。誒，今日嘅鐵站我設計就係藍醃，鐵點就係啲苗栗公益園區，一片要當到苗栗當有名嘅公益，就係木雕、飛嘅公益、鹹醋編織、玻璃公益也掉。當然沒有藍醃了，也係按客家人自古以來當強嘅技術，冇講難度誒，日日落去看看啦，藍醃先生啊，啲地杯點點了。醃布的呢，從清氣嘛，就從一地拍布的開始。哦，每一地攏係用拍攝的像你安尼部位。拍攝的布的開始，啊，佢做得用塔、用料、用板，吼，乜嘅方式，唔做做得去做到我們講的綁染的過程。平平你安尼有機會體驗到嗎？我們今天可以當學生嗎？對啦，做得係咪？弟弟啊，我已經到誒。哦來，這個帶一個小槍手來，哦，送上佛揚，我的 Angel 小天使，去吉米身上。也聽不到呀，哦，光一個那麼漂亮啊，哈，有兩種嘅功法啦。最少有兩種。那麼漂亮，哎，那麼按獎，按獎，你呀意思啊？東江，哦，獎有兩隻是，用會按獎，用會按獎，好按獎係咪？按嗌面濃嘅吼係。該鬧，咚咚咚咚咚咚龜腦。還有一種方法，三隻絲我。們要 PK 他。三隻絲，人家都靠啊。沒有啊，個模頭，咩嚟？先拼好我贏 K 了，我贏 K 咩真了。嘅要樣啊？鐵石中央，跳鐵石中央，按真的，真的是真的。很好的意思。哎呀徐老師，你第一關就這麼厲害啊！哇！天機無下法，竟然靠幫全部人啦，連籬笆咩當唔起嚟啦！誒，看起來今日嘅任務上愛按強上嘅高官，是冇按改喲。 5、4、3。哎，我同講，哎，哦，你們講嘛，那講真的，哦，愛啲咧，講呢，要不要按？呢也可以，可以哦，可以。也是可以。接近。好，那我們接下來，哎呀，本來我看按等先，好。按等先，冇彈過。漂亮講。老實話，嗯，我記得要按電線的，要電線兩隻事啊，冇上70歲人哦，真嘅唔識。所以今天嚟講，你係難上70歲，所以愛過來。來，太搞再來講
哎呀，真有一本冊啊，好嘅，觀眾朋友，按獎，30歲以下會講好，一個70歲。按等先。天氣烏合花那麼漂亮，有兩種講法啦，亦就係按獎老按等先。海軍老禮巴搶答對其中一類，就做嚟算2.5分。我來解釋下。一般國語講嘅漂亮，客家話會講按獎。喺個我貼喺我弄一三年，衫做到似悄悄嘅，身形當好，就做嚟講按等先。韓白我弄一三年有那麼一隻形容詞了。也一怪還有那位義烏客家等等大家了，加油哦！先落去體驗下老祖先嘅智慧，難念了。一係就係扎綁染，用塔嘅扎綁染。哦，用塔嘅。個夾染。夾乜嘢夾？有冰棒棍安尼夾定嘅。哦，夾啦，哦。安尼啦，有個夾染啊。將來做嘅點做嘅就安尼，變形草安尼就係夾染。好誒，看好誒就好，看你先看。咩嘢咩啊？看就拍臉啦，但我拍臉嘅夾人用嘅依個，又唔係，要用縫染嘅。哦，用木工用哦。哦，哎呀，就用我 Q 用的技術了哈，我知道啦，這是要變成葡萄的圖案啦，對不對？葡萄，你可以一拍。哎喏，老師。哦，呀，真係冇簡單呢哦。一個公唔分。看要塔嘅話用。那個係用塔嘅，用塔嘅，用線嚟用線嚟去撈。你說手工啊，你去拍嘅哦。但是一個問題啊，用塔嘅種係窮用哎呀，誒唔會正常嘅。邊都圓開用。哦，嚟係嚟就錯啦，係啊。安尼硬。哦。像牛角一樣啊。哦。一個我都買個塔吧。蜘蛛腳。蜘蛛腳。拉起來哦。腳形的腳。拉卡高。對。呀，客家真係高標啦，拉卡高。啊，點啊？看用，搞啊到最後我變安尼。那個係盲醃。盲哦，佢啊係盲醃咩？那個就係醃好盲處理嘅。嚟邊門入就塔個噠噠滴噠噠。安講嘛，真嘅有樣唔簡單呢呀。先生講，南醃神奇嘅味素就體驗啦。醃布之前就得發揮自家嘅無限創意來設計圖樣哦。烏家設計到綁染、夾染，還有縫染。接下來，先生要設計那一種普羅級嘅蠟染。用嘅材料哦，有沙蠟，還有麥蠟。雖然都係用蠟哦，不過呈現出來嘅效果完全冇共樣哦。有咗。要做來了一堆。米啦，用啦。咩葱也仲愛用下落去哦，我也順了愛用唔加工嘅用啊，沒被裂開來，也應該講裂啦，我愛用濕的可能係裂開來用嘅，個也用處理。沙蠟。哦，用拍蠟做得係啊。哦，也仲蠟同佢仲蠟冇共樣。冇共樣係。也仲蠟嘅用法。米啦，跟鹽土較。哦，鹽土較高，下去了就唔愛用筆啦。下去了就唔愛。我會，我係圓，工業用嘅絲啦。然後你就做落去粘，其實我別開啦。下好了，嘿，下等於走落去哦，了走加冇全走，做了熬啊，其實別開來，希望老師係用。是這樣子。好，跟你就來下咯。我來下咯，一步一步慢慢地搞咯。南醃嘅啲先就可以做得用寫嘅、用描繪嘅，甚至係用陶冶嘅方式來去創造漢家土地嘅圖樣。不過啊，因為蠟嘅溫度唔好控制，故所以係困難嘅技術啦。前半夜啦，當漢地禮巴老海軍來拜訪，先生就利用南醃嘅技術來完成一類作品，送本大家。哎呦，這已係暗示死啦！小幾個按到嘅南醃嘅技術過後，我想好兩位嗬，天所屬當樣嘅好。嘿嘿，先生講，佢就來體驗清簡單嘅綁染老夾染啦。愛做得喎。很巧。愛用 Q 嘅喎。冇 Q 嘅。做得冇。愛做嗰種嘢叫 K 哦，叫 K 嚟嘛。哎呦，你吧冇相干啦，就算唱起叫 K 嗬，咩種創意啊？唔過啊，一個海軍佢填入夾染嗬，一種冇乜嘅損失呢。就啲先生知道海軍嘅時節，你吧，佢一啲船行主接所當場搞起來啦。也都係冇夾嘅，
中央我深入去嘛，嘿，对懂冇？不说人家冇给点，你有没有落下下的喂？冇，哦，那么，这种啊，哎，反正见讲叫落咧落好些多嘅，有冇愛做傳唔講係做下樣就唔會啊，嗌就做唔得，嗌就冇落下呀就落下啦，嗌就做，做嗌就做得咧，嘿，好冇？嗌就唔會，哦，嗌了解啦哦。拍好夾好過後，撒下落去之下，藍染嘅天就鋪掉了。我以前莊先生來染布咧。莊先生雖然唔係客家人，唔過啊，當中意藍染，一兩紅染葉啊，就係佢親手做嘅喲。韓國啊，都係遵循古法，用天然嘅材料做嘅。也係就請莊先生俾大家來小記哦。比較常用的，我們有大青，大青，俗稱叫山蘭。哦，山蘭，它葉子比較大。然後另外一種就是豆科的植物，它叫做小金，也叫做木蘭，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種。哦，然後這邊的都是劍蘭使用到的材料。劍哎呀，這一桶是什麼？這一桶是我們的藍靛。啊，藍靛，色素嗎？植物的葉子，它的色素萃取出來之後，跟石灰乳結合沉澱，我們收集它沉澱。哦，你那講係了解，有點像我們。像水彩一樣膏狀，看到這一罐又是什麼？這一罐就是我們看到的染液，它在染缸裡面的狀態是這樣。我們如果要建一個染缸的話，我們會用到的就是米酒、藍靛跟麥芽糖的原料。為什麼會想要用這兩個東西？這兩個東西這是傳統老祖先留下來的。這個是就是它的還原劑。這個目前在藍靛的時候是不能染色的。還原劑讓它產生還原能力。簡單來講啊，就係一個藍靛含做嚟染布啦，下再加米酒、老麥芽糖，佢一兩種東西嗬，就係藍菌嘅營養劑。聽說佢發酵，當日表面上出現藍色嘅泡嘅時間，就代表佢發酵咧。嗰個發酵期間係3日到1個禮拜，等到藍靛還原成可溶性的藍色嘅液體嘅時間，就做得攞嚟染布上色咯。給落落去嘅米酒含個麥芽糖嘅步驟啊，就做得講係劍藍，也是個老祖先製作藍染清傳統清天然嘅方法個。莊先生講啊，喺劍藍嘅過程當中，還會產生一種當天派嘅東西哦。我這邊有一個很珍貴的東西，它叫做清代。你這個錦囊，裡面有乜個東西？乜個東西？對。有獎冇？獎哦，安等仙哦，我正唔是看過那個亞洲哈，唔是看過的，看過就唔是來介紹的。好，唔知是咧，好上班咧，按6年還浪漫。坐咩？那個有天風啊。我這邊有一個很珍貴的東西，它叫做清代。你這個錦囊，裡面有乜個東西？乜個東西？對，這個就是清代。清代，它是一種中藥材，它是我們在建立染缸的時候，每次攪缸上面的那層泡泡收集起來，然後曬乾，它是等於是整缸的最精華的。泡點啊？泡嘅泡當時流起來落去曬畢就就會變粉。分落去也就做中藥，就做嘅啦。嘿啊！我跟你講，也跟我就真嘅冇了解，因為我含前70歲，啊唔過後我搶伊個70人歲咯。他們充數來啊！來充數來咧！來，請金明先生出來咧！先生，我今日係關我教人哋嘛？啊，佢講幾多教家個師婆。先生，我只大同人發呀。唔講用攪呀，有時用東西夾用啊，我攪必用嘅冇，拉是拉必用，佢沉大了，拉必用，哎用得個學法哦。一定不會有殺肥啦，殺肥啦，一個水會分離，所以要計夾起來攪起來啦。我唔做先生。用拉、用落、用攪，有啲人客家話嘅。剪菜嘅地方，講拉其實較鹹啦，所以講啊，水較多。這3個字裡面啊，都是攪拌的攪，但是用意也差不多，可是就是差在那1咪咪而已。呀，就係唔合法啦，當然冇。好啦，我要扣量嘅喎，
頭先講嘅落去泡料，面香一層，按到乜啊？44。嘅表面嘅温度54。看吧，一個表面，哎呀媽咪，點啊？表面香嘅面皮泡，表面嘅皮，表面皮泡。唔免啊，阿媽喺講表皮泡面。兩個字唔差。表皮面呢？它的意思就是浮在上面。差不多就不愛的破愛啦，表皮泡面，表皮面呢，表面泡皮，差唔多啦。來吧，剛才人家在搞觀眾朋友，還有剛才那張老師。對的。哦，你不會嘛，對不對？哦，你撈的這些東西呢？表面叫做面泡。我是叫你念國語。表皮面，表皮面呢？表皮面呢？係。阿妹愛一個鋪皮面呢哦，最近當難呢，當小糖度嘅武俠花哦。哎喲，你吧好嘅啦，徐先生講一句嗬，算2-3年都高關呢。莊先生講，腸帶係當正規嘅中藥材，條半年係講牙齒痛就會拿來消炎解肚，係我消腫哦。好嘅啦，一下你兩個嗬就得來驗布了。點驗講杜康搓3分鐘過後，拿起來你就會發現哦，布嘅其實係橙色的，而讓空氣接觸氧化過後，就會變做藍色的，係咪當神奇呢？係講想較深色的話，就愛天然再個驗一擺，也就可以藍驗當神奇嘅秘密咯。好嘞，青出於藍就安翻來啦。唔要扣回來哈，又有啊，又有啊，人松樹啊。徐先生，啊扣埋呀，但你記得看成果咧。一沒考試呢，一就頭先我講，青出於藍哦，橙色包含咁多種色，綠色、藍色，天空嘅橙色，全部按到橙色。哎呀，味道。粉片一種顏色，按糖嘅色咯。按粉得出，綠竹筍、綠太位，佢全部用綠，唔好講橙竹筍，綠還綠，藍還藍。哦，哎呀，基本嘢咩全部藍色，不知道藍嘢。先生講係唔會檢查。淺藍色啊，哈，還有一種工法，空色。空色啦，我跟你講嘅有佢有項目。佢也仲喺做按到建成一種個較無暗深，叫空地嘅色，藍色咧空嘅色嚟嘅咯，按空色。有啦，一同翻譯有啦。有進步嗎？嘛，該進步的，點樣都做先生。對錯。我老公還是小國中生呐，哦。好，做哪個嘞？本了，交給你咯。所以是你出題呀？是。繞了一大圈，是你出題。究竟寶貝歸誰家？來，請問製作藍染的原料，俗稱大金、小金，分別為何種植物？小金是不是板藍哪一題？等一下，第二5、4，大金是板藍，是不是？唔係。哈？大青係木藍。西牆係按照山藍，不是，大金板剛好相反。大金是山藍，然後小金是木藍。木藍，那這個寶貝就沒有，就我的了。沒有，我總算有講對啊，對我的顛倒而已，對一半了嘛，都是藍嘛。哎呦，你吧，做唔得你唔認輸啦！莊先生出的題目嗬，當打上你兩個都冇講錯，搶住你攞正規嘅獎品，搶帶講再見你！哎呀，嘅藍染所有嘅材料啊，製作過程啊，都係天然嘅東西，就係講開目前對環境傷害淺細嘅一種染布技術，也唔就係太自然布嘅保庇係。成績結算，體管2級武俠化，也就講錯嘅1.5級，還有4級愛好個，繼續加油啦！接下來體管提點出題公幹，還抗題4項嘅杜康，也要去馬街保庇呢。點解要帶人來看呢？冇強要，因為用白冇強要。按咯，我研究。日本話
啊，等下来说是日本人。你咩买啊？买日本人有罗西菇。咩买有罗西菇？咩？没有。买我同介绍咗我陶瓷。最有名嘅苗栗奶。奶唔可以整茶。所以唔講要買陶土陶瓷，就要用一個苗栗奶。你做？錯，你是糖果嗎？藝術品呐。唔可以檢查啦。哦喲。你是糖果嗎？啊，我都有一隻做太暗光嘅。暗光，你嘅暗光做來都嘛用啲嘛？太暗光啊，用唔啲啊！前幾時向啊，有裁縫過來，要做羅皮的啦、滷鹹菜啦、做體育嘅，全部要用太暗光做。唔可以搽，唔咩啊用天天的嘛？哎呀，種暗光還有一種別名，冇共用嘅。用版冇共用咧。我都坦克鋼，鏘鏘鏘。你是坦克嗎？很多坦克同坦克車有關係。當然有關係啦。剛下來試一台。沒，等下。我簡單講一個故事本堂中。好，以前美國啦，同日本都要大戰的時間，日本人強講要打唔贏咩？就係用人哋啲嘅兔子做得太暗光，暗光用嚟都愈紅愈地咯。哇！其實佢暗光飆落，人看我地位。整個坦克車噠過去時，你條那條叫打馬風嘅，起來大波嘅查單嗬。講一句話，在那個嘣！唔啲啊，兔子。哦，我們兩個的默契很好。嘿，唔係啊，用天天嘛，做乜嘅嘢我按到坦克鋼，鏘，嚟幫我看。好。坦克鋼。你爸講一個坦克鋼嘅故事啊，係佢細細時節做淘奶嘅裝備講嘅啦。雖然唔啲係未事實，不過是完全凸顯嘅公館費嘅集體當質樸嘅體現。公館地區從清朝時代就開始有做費嘅記錄，日本時代開始來起窯，應用日本嘅燒費嘅技術，開始就發展咧。公館面變做台灣事態統一重鎮之一。日本人李爸帶海軍來看嘅統一作品，係台灣當時看到嘅創作個，唔看幾強嘅啦。好漂亮哦！有獎冇？按獎哦！按等先哦！係啊！唔好整茶，唔是看過那個亞中哈，唔是看過的，看過就唔是愛介紹的。好唔知是咧，好上班咧，按6年還浪漫。坐得坐。咩？那個有天賦冇行啊，咩行啊？好。就你傳說是什麼咯？傳說中嘅坦克椅嗎？唔好整茶，你看亞洲嘅，我亞低呢，亞全部我都買。坦克鋼。還有電天府啦，有的，還有創造這個羅曼蒂克誒，當有氣氛啦公安都冇人吹啦，全部搬過去好啦。最好咧，咪全部擺在，又唔見到錢都嘅，唔看有人吹我啦。跳假娘哦！哦！我幾咩手咩眼度？哦！哎呦！真嘅去都會寶庫嘅啦，規則戰事件吼，就將佢飛嘅水族館供用，一條啊都可以同意噶阿德先生也兩公婆自家做嘅哦。阿德先生係本土出世嘅，佢嘅本樣係學美術嘅，2、3年轉樣無師自通，一路哦見名見做，成功打造出風格當特殊嘅統一作品。像安樣嘅大型作品，一天就要10多萬元呢。我係左右有溫醫生人嘅，一扣落，一手都改凍結死啦。前高土嘅本土醫生，前280幾度。你有冇想講半路出家嚟做下邊咯？做下喂。除了興趣以外，可能細也有關係啦。好搞。細嚇，土窯噶嚇，讀水土窯噶嚇，做咩咯？鄉土課。係咧，看下地吼，看佢片頭先。木都啊！木都都冇話講啊！唔係佢唔係廢話。木都，你以前人都講木都叫都點，冇必講。佢愛講嘅時候，講一種啊，頭頭是道。
你爸讲的冇唔错啦，阿弟先生吼身体唔好闲哦，唔好吼为自家嘅作品来做宣传，做对看到嘅作品呢啊，都係有演員咯。哎，古數眼見本意啦，自己當有福氣啦。除咗睇見嘅非嘅電視作品以外，先生以為當中演嘅，古數未做會當到睇見嘅類創作個。另外還有啲位促進當天數嘅白色統一，未係先生當偏好嘅主題啦。創業嘅大家看得出落去馬雞毛啊！哎呦，你把老海軍哦，啲現場整嘢相都變咗來啦。一共幾多半人團嘅咋？看見的安陽莊故事啊，差唔多1000年以前的東西哦。也做得做花器也個標獎啦。人意思就講，也做也一種協助啊。剛才也講嘅吼，你講嘅大法聰嘅。啊？你講，我跟他講一句，他回我一句，這樣子。大法聰，大法聰係正嘢唔識。其實本樣廣播皮用感情用嘅。哦。呢啲係機啊。哦，你都有講喺打情罵俏。係啊。了解。一共幾多半人團嘅咋？看見的安陽莊故事啊，差唔多1000年以前的東西哦。 50條嘅都多少？我50年喎。哎嗱，50年喎。哎，現在團青菜炒啊。哎呀，厲害啦！哦，原來就係用50年喎。前邊一號做一個公婆啊，哦。嗯。哎呀，你是超厲害咧！以後伊咧唔好講法，啊伊咧喺旁邊呀，簽署。就正正經經的按怎麼講咯？富昌富水啊，富啊！啊？嗌朋友來。嗌朋友來。見不見奶呀？奶一種是本地嘅宣傳哈，用bản thô。年奶唔識數。嫩。哎呦，冇有用啊！又唔錯。我你唔錯。哦，對了。哦，對了。哦。很厲害。厲害。哦，呀，這詩就哦，老師，老奶老扮嘢，哎，你講係都了解啦，因為佢奶唔單講用切，又係愛糯。唔識數係用嚟。糯奶沒啦，對啦，沒。一般有說是說是槍的，當然是。哦。感情好嘅爸媽是無講嘅生字嘅啊。哦。人家太太提樣嘅咧，已經強下數。唔係，你阿爹你是冇攞了關係，我們啱到衰在人家朋友拿嚟，按件攞就做。你頭先兩三人都必須冇算數樣啦哈。好。但係他真的牛奶。等下係做嚟你牛奶。哎呦，牛奶。誒，佢前講片哦。但是牛羊嘅人啊哈。牛羊嘅人用嚟。我看牛奶做嚟哪隻？係啊。哦，哎，老鼠呢？老鼠嘅人。老鼠嘅人哦。係啊。上海佢前一張文書展覽人嘅東西哈，將人家離太嘅作品推廣出去，有客家人嘅講用。又唔可以查啦，唔可以查。第十幾戶客話，牛奶唔識數，海軍唔都好比味道誒，講錯嘅喏，唔過係你冇講錯嘅意思，故所冇算過關咯。至於你爸，佢就行開唔是講嘅，係佢冷粉，人兩嘅嗬，是去拿阿弟先生學做飛嘅啦。中秋節要到，搞年做米太禮嘛，好冇？哈！來，阿爸，有興趣冇？沒嘅，拜學係咩啊？對。咩？大家你開嘛玩？太明了，你按太明，你嘛挨着，讓我有錢的。你開什麼玩笑？我講蠻多嘅啦，一杯。我先寫。你按細開用板做嘅太禮嘛？唔好開玩笑啦，先做一個小兒科嘅回事。先年嚟教嘅啦。好啦，我先嚟教。啊，開始了。好，開始按住嘛。拿起來。叉拿起來。拿起來。阿哥咧。表也帶下。表也帶下。奶板帶下。奶帶下。表帶下。學個書表擦下，慢慢嚟拉過去。過去啦。慢慢。哦，係啲咧。呀，係做奶的位喏。洗盤。哦，洗盤的哦。糖啊，要點做的。唔是洗書。
安尼江浙毛鼻子啦，哎啦，这个去完就好。江浙毛鼻子迄嘛个意思诶？那边别。你后尾讲遐个有合法哦。江漂亮的。江就是江浙就会磨啊，磨鼻子。哦，你的意思讲江浙不是嘛？比较可能翻译咗。哦。阿德先生讲，艺术创作係自由嘅，冇應該有任何嘅限制，也未係佢20多年來嘅創作宗旨哦。不過講句題外話，阿德先生曉得嘅有合法用按多啊，唔知佢當冇呢？殺下來佢有想到新嘅記憶了。剛好講嘅吼，講嘅大法沖嘅。啊？你講，我跟他講一句，他回我一句，這樣子哦。大法沖是什麼啊？放鞭炮。嘛，花園放鞭放煙火。嘿嘿，大法沖，大法沖還真嘅唔是彈過。即係本樣講破皮用感情用嘅。哦。你記危機啊？哦，你都講喺打情罵俏嘅。哦，了解。大法沖。今年嘅項目聽下出嚟了嘅話吼，你看就唔抵啊。哎呀，你看俺咩都會神嘅嗬。有認真。哦，真的。有呀冇呀？有認真。有上忙了哈。有，你看我一直在跟你按讚，有沒有？有。哎小。啲先生嘅指導下，雷爸老海軍兩沙大法沖，盼你現呢天天地出來了。接下來我整搖同發音，再個開始，初拍就算完成嘞。等下阿德先生下出題考也到呢，講錯嘅人嗬就有獎品啦。一關還有提示機無合法愛好哦，有請齊先生出題。咩你嘛？徐太哥，我記得我做生意家伙，我講特別講，你冇萬生意冇難度啊，冇到盤頭，冇到白。打破砂鍋問到底嘅意思係咪？錯，都係有意思。啊，其實有兩句話最通用啦，有兩句話最有應用，但是用嘅場合冇通用。哦啦，係愛嚟了解。盤頭講到白係技術，哦，盤頭問到白係乜嘢？其實盤頭同白咧係通用嘅東西。哦，通用一點唔同啊技術一樣東西，用一樣乜嘢用到盤頭，一樣他唔是乜嘢盤頭，做白嘅啦。係啦，從盤頭講到白，你講到按清楚、按明白的，喊他唔是。哦，愛了解，亞洲正言係唔合法嘅。一個我冇彈過呢，唔識彈過，我冇彈過呢，按講係見面總算彈過好。按你個按太開嘅做嘛？係嘛？係。來，你題目係乜？請問先生嘅靈感來自舞台嘅圖戲，作品名稱係乜嘅？就喺剛剛嚟講嘅50Q嘅作品。難記得嘛？五福臨門嘅。五福臨門。五福臨門。哦，用個名額送嚟啊！對嘢都送我書嘅一塊啲嘛。啊，我哋兩世有講錯個。我冇上過，兩個丟定來開好啦。丟定來開啊！我講我先生已經有開雞排店啦，最近資金周轉不過來，先幹家。唔是，阿德過千檔。哎呦，有兩個竟然還會排寫那先生嘅五福臨門嘅作品咯。唔過啊，因為實在係挺珍貴嘅，我記下萬元呢。一下兩個就建造自家嘅作品，一片攤開來公布天意館嘅成績咯。無奈唔寫書，還有盤頭講到白，兩沙都冇講錯，故所天意館0分，給天意館搶1.5分。看來日就根本要拿到主持費了通告費哦，多危險呢！實落去天意館啦，要乜嘅太次原本嘅寶貝，啲嘅電梯間哦。來，我帶你哦，行好啊！較細膩啲，真危險嘅，我係才是得到。哦，依來嗱，大觀園御花園係咪？嘿，我帶你喺蔬菜，你點啊？蔬菜嚇？全錯嘅蔬菜。乜嘅全錯嘅蔬菜？我同講哦，我日頭嘅蔬菜哦，全冇農藥嘅啦。看下細粒嘅一粒係嘛？啊！鳳爪。有講哦，我同講中藥你冇按改嘅呀，一則喜。一則憂，關於係乜嘅東西，我講有機肥，完全冇用農藥，本他個安心使用。係乜啦？煩惱呢？煩惱嘛？呀，地位好，青島嘅人嘅乜嘅東西？盤龜。冇。
好，你把我哋下海卷嚟啦，人按到嗬，旁改啥做咗必下嚟。一片嗬係公幹嘅一間有機農場，佢講用阿菊子堅持自然農法，一年四季都有無窮嘅農產品做得採收哦。阿菊子講，雖然來嘅時節嗬係豐收清明嘅採收期嘅，雖然冇講一度，唔過點都做得食到行較香行較甜嘅豐收哦。一下蘇丹瓜全部都按照秋枣。秋枣。搶色做得怎嘛？做得啦，也是做得是的呀。甜咩下爽的呀？沒，試看啦。沒摘掉你下來食。哎，我一看到一樣東西，對呀。哦。我碰過啥？沒碰過啥？對。哎呀！完全冇水分嘞。有冇？湯，好像是保利龍的那種感覺。也可以帶到太空上面去，因為去太空的話，你做唔得帶隻水果，安尼沖點點嘅，也會發一睇。你要拿到帶人野花送你拿一筆茶。來吃到冇便宜呀的哈，要來是真嘅當我說。沒碰過啥？對。哎呀，嗰東西，哎呦，東西你炸嘅，哎，一看我就地錯咗啊，叫啊！來，一看我仲看來看。哎呀，凍到呢啦！看聲音，看聲音。哎，我拿塑料杯杯。來，塑料袋安全啦。我帶塑料嘅樽嚟啦。哎呦，得黑亮啊，先生。我看以前是看來目標，你也不愛食啦，你那用個倉嘛？做什麼？水粒唔甜。講到實嗬，日兩眼要開始搶嘅啦。阿菊子講，其實啦，秋天嘅做嘅愛買湯，青綠色嘅口感嗬係較實嘅，愛曬2-3日過後哦，就會好食。愛前嗰種開粒嘅紅當當嘅，啲樹頭向炒嘅啊，其實係女行業會食的啦。煮當紅嘅啊，哈，紅落安尼關起來啊，鹹啊甜哦，你咪炒蘇丹紅雜嘅，正常嘅啊，蘇丹紅雜嘅，做得是啦。係啦，蘇丹紅雜嘅，有甜嗎？這樣魚湯，真嘅魚湯，而且好香哦，好香，好像自然烘乾。呀，全日頭曬嘅哦，全日頭曬做嘅啊。呀，冇用，用泡嘢泡係啦，唔係講用人工落去泡嘅啦。咁種嘅呢，就係個長長嘅有冇？係不按樣嘅處理啊？要以前用烘乾機啊，哈，來泡差唔多2日咯，48點鐘。哦，好，我再個拿出嚟曬太陽。哦，行得太陽曬過。曬過較香。我同講啊，嗬，呀，嗬，加啲羊粉啊，6粒嘅羊粉啊，當過1碗飯了。那12粒是一般嘢扣大咗得多了嚇。注意哦，冇食聽到。冇食聽到哦，聽到法嗬。我就聽過講。聽過講就唔好，聽過講會縮體了嚇。呀哈。哎，都是2粒嘅。哎嗱，係啦。含咗得14粒，冇愛擴大產能。我同大家講嗬，同講，而家做嘅嗬，全台灣，喺台灣啊，做埋一隻村咧，石圍牆村。哦，可以種天。哎，哦，唔去配備隻村做冇買起來個冇好食。冇啱好食。啊，厲害！做乜嘅點啊？我要塞圍牆，按到塞圍牆，底下全部塞平。要愛瀝水。瀝水。落去啊，水愛。愛邊啲？係啦，做唔嚟冇愛面見。係啦，我要都會白槍槍。哦，會白槍槍，講好水分就哦，講好嚟按完整啊！誒咩嘅阿舅，我講了解啊，人家都有乜嘅1年4季哦，有乜嘅樣嘅名山啊，乜嘅東西。哦，我帶人入嚟看啦嘛。好，那麻煩帶路下。來，阿舅你帶路啊！唔係要那麼麻煩啦。要係蝶豆花。哦，蝶豆花。蝶豆花，你喺見最流行、最夯的點啊？煮起來呀，就是泡茶用嘅煮起來，我青豆顏色講漸層啊，春日上火呢。哦，渲染用嘅。哦，我要都要，我蝶豆原來蝶豆會發咧，沒啦哦。沒啦，我白講誒。現在是最夯的哈。它的養分花青素是最多的。哦呀，你做果子咩？佢仲要仲細你做呀，法律做嘅啦。係啦。呀哈。加個雪碧啦，哈，要變佢變落去，叫做變色咧。哦，有樣啊，冇樣按好用嘅東西。我係一種紅梨葉，有冇？加落去會變紅嘅喲。哦，就是泡茶色彩的調配法，就是。對。哎，有識得冇？上次嚟有識得冇？按嚟粗槍，泡茶。我識看得做到。做得啦。我用嚟冇？
这台真嘅好食，贵只加几我食来嘅，叫我食到那么甜啦，有冇？还有咩冇？有样阿妹啊？有呢，好香哦。最近甜甜够香啊。好像在吃 A 菜的感觉。那可以上色咯，就同我啊。阿 Q 自己农场采取的是少量多样的耕种方法，此产此销。除了清晰的青菜果子以外，佢还留一條農產品喺採收過後，停得加工處理。除了多為一種風味以外，咩方便本大家做得帶出去享用哦。像當年4年推出嘅韓劇，咩係農場導航嘅民生商品啦。當多年冇到杭州嗰邊買，彈弓哦，彈弓來用公講嘛。彈弓哦。彈弓就按到轉層，挖到專程好彈弓的意思哦。好多彈弓哦。係啊，彈弓。杭州的人彈弓，而來苗栗啊買苗栗係土質好，中藥口法清醬、摩托加清香。譬如來，就是這個味道。開玩笑。老一是變同下伊。哦。凍定鮮。凍定鮮，又係要畫法哦，濕到咗清定鮮，阿曲子本來可以屬姜毛老吃破嘅一條農產品呢，外面吃到自家買東西，愛自家負責，才會開始來成立農場，自家統屬中。另外，佢哋研究保存農產品嘅方法，其中本期前3批嘅嗬，就係一個冷凍乾燥吃破嘅，你看啦，一貴粒嘅啊，就像現炸嘅樣樣嗬，你看佢正嘅啦。技術冷凍啊，也無沖涼哦，你看到也按到啊哈，佢完全冇水分呢。有冇湯？好像是保利龍的那種感覺。也可以帶到太空上面去，因為去太空的話，你做唔得帶隻水果安尼沖點點的，也會發一睇。你要拿到帶人去發送去拿一筆茶。來吃到冇便宜啊的嗬，要來說真嘅當我說。好好吃哦。哦，要真嘅有樣好吃。要水冰落去啊哈，佢就會恢復到原狀。真的呀？對，而來做到安尼乾燥呀哈，所以因為也是一年四季就是咧都像真實的時節出的吃婆的，哦，也浸到水就恢復到原裝的吃婆一樣的哈。所以意思係講，唔管是觀眾朋友係講，剛好唔咩一個炒吃婆嘅季節，唔咩樣季節啦。啊，唔過唔係多一片，佢用阿 Q 姐有想辦法編出來本，絕對不會缺貨。嗰一做嘅啦，係對，一做嘅講啦嗬，主要咩溫補嘅東西咩，之前咧做當年咧新曆哦，7月20到8月帶狀油，太薯、大薯啊，這幾個月就好食咧，一做就甜咧，那就有嗬，對嗰個節氣，然後咧嗬，太料嘅呀嗬，一3粒含拍差唔多搶價1粒天咯，而咧台灣咧做按太料嘅天。哦，但是一種細粒嘅較小型嘅就可能台灣咧，細粒就咩夾子夾鹽凍細啦。個安尼台灣咧較小。係啊，較小。有咩啊？煮雞酒迄個冰豆落去啦，泡茶迄個冰豆落去啦，吼，個香味都冇共樣誒。啊？來。冬天客家翻樣辦講。冬天。咩解冬天？春夏秋冬啊，冬天天嘅天，冬天啊。拜託係麼？你是行人啦，好路人啦。寒天。唔，寒天啦。寒天，講寒天。但是其實答案係冇共樣啊。有啊。你講冬天，冬蝦頭，冬天係用國語出隻飯嘅啦。啊，冬蝦頭有冇共樣咯？凍蝦頭點啊意思嘛？係看過凍蝦頭應該唔咩？喺凍蝦頭應該喺出面嘢唔嘢吧？係嘛？因為凍蝦頭咧，他用那樣說，那凍蝦頭。凍蝦頭哈，像也就淺淺涼了哈，你凍以後就開始算凍嘅咩哈？對。我說也凍蝦頭，也算講伊都學到凍蝦頭咯，較會欠水了。哎呀，你要多些話小張嘅意思啦。凍蝦頭喺冬天度嗬，較減鹽嘅嗰陣嘢，其實看辛辣較準啦嗬，因為甜食係同辛辣做嘅。Q 辣因為有嘢，下巴市場上嘢較唔準。幾年？寒天上嘢度行嘅最後一樣嘢就凍蝦頭。凍蝦呀，就像人講年蝦有。年蝦做乜高年啊？凍蝦頭。再靠睇下一個問題，冬至它翻樣吧？重點不是嘛？冬至
冬至的客家用客家講，哎呀，阿叫我冇媽邊嘅。冬節。啊，冬節。哎呦，冬節都拜年咩？對啦。哎，也係抗日兩嘅嘅烏客花，因為係阿 Q 字來聽送日對飛彈咯。冬天日天嘅烏客花，海軍講錯嘅一半，同下頭冇講錯，是你吧？你冇講錯同下頭，第六季冬節一兩三年行開係講唔出來，故數第三關才拿到2.5分，見不以真係係拿唔到主持費了通過費啦。佢講到冬天嗬，阿 Q 字天天就拿出佢嘅冬天嘅男神寶貝，也就嘅炒薑嘛，也是阿 Q 字嘅阿妹傳下來嘅古早秘史哦。平常你養我食哦，養我食較好食。你知道準人達標茶蛋糕，寒田葉冬粉有冇？準男生。哦，愛冬我準人達都是。泡茶可以嗎？做得。其實按葡萄哈，就較冇食，因為這家哈學習行較夾。也客家人嘅人吧哈，就是一片薑，猶如是神糖。哎呀，用講嘅幾話樣？啊？一個炒薑咪梗有事情咯。哎呦，金明先生，來，曲先。哦，曲先生，我哋考試過一關。先生，你有試過一個冇？唔識。那炒本身。好，按落講。呀，有幾年年，念看咧。冬色菜頭夏色薑，唔是醫生開藥房。哦。跳到阿 Q 字。阿 Q 字對啊，有講過咧。早晨一片是一片薑，猶如是神糖，猶如啉蛋糖。哦，神會見啊，按葡萄是薑啊。猶如是也砒就算是砒霜啦，砒霜啊，砒霜。哦，按葡萄是薑，猶如是砒霜，所以意思按葡萄冇色。因為按葡萄我睇講料嘅，身體愛料啊，哈，這都會嘅血氣行較夾。外加是兩片的，你睇，當然。已經別看啦。真營養見別看，係唔會騙嘅。好啦，真有喺邊啦。冬色菜頭夏色薑，唔是醫生開藥房。也今年係徐先生我老大家分享嘅，唔係考試，素養嗬已經聽嚟啦。恭喜海軍老李吧，今日拍了功咧。嘿，唔過唔一定喎，兩個咩冇實施啦，後背還有驚喜嘅安慰獎哦。呀哈，愛煮有東西，哎，受不了的，哎呀，兩等就等一個時間來了。就咁樣，我閨蜜哦，就會愛用做錯嘅啦。但是唔係咁簡單咯，那就送本咯。冇樣啦。請問一道料嘅豐足等於1碗飯嘅營養？先看下那個寶貝要幫人帶貴嘅啦，師傅誒，鳳爪、托馬多、薑麻、紅芪，紅棗乾。一個幫全部幫人帶貴，連一個鍋嘅後一個薑麻麻幫人帶。唔係啦，鍋係唔可以啦，薑麻最好啦。薑麻最好，包一包包。多謝。我注意啊，我上薄片哦。人哋兩茶千啲開哦，因為講嘅方向人都有鐵糖哦。1、2、3、6粒。哦，答對啦！答對啦！很強。恭喜兩位無空數轉去，又拿到安慰獎了。今日學嘅6句烏客話，要吸着用嘅神法用語，沒有當時講到嘅烏客話，大家係咪記起來呢？我記得咯，喺神法當中來發用，安尼就做啲本日嘅烏客話，語言嘅流傳下去啦。而烏客，下禮拜見了。